气象署指出讲，今仔日呢，这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，这北部上界关系来到30度，也毋过下暗开始，这东北季风又搁要来啊！明仔载又搁会变凉，这低温呢可能是剩20度尔尔，而且这个天气会直到后礼拜一，所以天气民众都要加来注意啊。 拜四各地天气转好，雨水嘛变少。气象署指出，拜四除了北海岸含东部会落一寡雨以外，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。北部的温度上悬有到30度，也毋过气象署嘛提醒，自拜四暗时开始，东北季风会搁变强。拜五北部日时的低温会降到20度，也若中南部也是有30度。 高温的部分，北部在3号之前大约都是24、25度，低温的话大约是20、21度左右。至于在中南部地区，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哦。气象署表示，东北季风带来影响会一直维持到后礼拜一。拜五开始，北部、东部和恒春地区会落小可雨，东部和中部的山区过昼嘛有可能会落雨。 11月1号到3号这段期间，纯粹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了。走在大台北的东侧、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，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。不过在台东，还有比较靠近是在中南部的山区的话，是属于零零星星的降雨。气象署指出，虽然后礼拜二的温度会较小落，天气嘛变稳定，也毋过拜三东北季风会搁变强，时到就会搁反冷。提醒民众出门都要记得加套衫，注意温度和天气的变化。记者桂松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